為當時佢做完手術啊，啱啱咁，佢可能都有好多嘅醫療設備，即係譬如可能有胃喉啊，或者有其他嘅管咁都擺咗喺身體度嘅，去幫佢康復。咁變咗佢嘅活動能力其實係冇咁好嘅，即係佢只能夠臥床。咁所以我哋咧就帶咗一本圖書，咁同埋咧一個平板電腦，咁就當中會有啲互動嘅遊戲，可以俾佢瞓喺度嘅時候咧都可以玩得到。星恒佢做完手術之後咧，咁佢初就可能要臥床嘅，咁啊唔落得地住。但係咧過咗一排咧，佢需要咧去做一個坐喺度嘅動作。咁呢個動作咧其實係幫翻咧佢個腸嗰個康復嘅。咁佢要坐喺度嘅時候，其實可能都會比較悶啲啦。咁或者同埋佢個傷口咧都仲係有少少唔舒服。咁好多病人其實都比較抗拒。咁我哋咧都預備咗一啲小火車路軌遊戲俾佢。咁因為佢都好中意車，咁我哋就擺咗喺張台仔度啦。咁佢可以坐喺度嘅時候咧都可以玩嘅。咁啊都鼓勵緊佢，即係可以多啲嘅喐動啊，或者係多啲落嚟坐咁樣。咁例如佢都有一個嘅中央導管喺個身體嗰度，咁就每3日咧都需要洗一次傷口。咁啊喺洗傷口嘅過程裡面啦，咁我哋其實都有一啲模擬醫療程序嘅遊戲俾佢去睇返。其實個過程係點啊？或者佢可以點樣配合即係醫護人員，咁令到嗰件事咧可以快啲完成，同埋可以比較順利嘅。醫院遊戲師咧會全程陪伴住我哋個小朋友，咁佢哋會幫小朋友分散注意力啦，咁令到小朋友嘅壓力舒緩咗，情緒亦都舒緩咗，咁佢哋就會同我哋更加合作，咁成個治療咧就會係愉快嘅氣氛完成啦。其實我哋醫護人員最主要咧就係盡量令到醫院遊戲師咧去了解個病人嘅病情，同埋佢要接受治療嘅步驟，咁好等嗰個醫院遊戲師咧可以設計多一啲遊戲嚟令到幫到個小朋友去接受嗰個治療嘅。